邀请到张兆龙、张兆龙，来讲分享伊透过创作找到一寡答案啦，这个世界你上最想要去哪里？上想要去什么所在？伊有一个创作所以大家咧听的过程当中会使参与的一个活动啦，所以你若有啥物问题，等下找龙来搁甲大家介绍我先来小解讲这个活动是安怎出现的好。首先呢嘛是爱做感谢阮蜜汁伊兰咖啡提供阮遮好的一个空间，搁帮阮传便便阮来有通啉，搁有通食就是我小可介绍，我若讲毋对，再帮我补充这头家咧食多谢我相信嘛，一寡观众是因为有来过这间咖啡厅，才知影阮这个活动的主旨这个蜜汁伊兰咖啡其实足特别的啦伊就是毋若是一间咖啡厅尔你若有看到，毋管是门口还是内面拢有足侪，敢若是足特别的一寡作品这个作品是啥做的是阮婚姻导览遮一个艺术家叫做徐阳聪徐阳聪已经过身了嘛对无？这算是伊的故居啦。但是咧，因为伊作品拢留在这个空间，所以因透过讲咖啡厅的方式来做一个结合。结合是算互人会使讲这个作品会使讲看到。大家看到这个作品，其实伊是用较传统的啦。虽然伊用伊摕来做作品的物件，拢是生活当中常常看到，像咱拿就讲一个按摩头啦，棍刀这拢是生活当中看到的物件但是摕这物件做作品，我感觉是最趣味的。但大家有时间嘛，使去小可分享一下所以多谢阮这个蜜汁伊兰咖啡提供阮这个空间来这边分享甲观众互动的部分这个叫做尖锐的温柔对话啦尖锐温柔对话意思就是讲呢，阮伫咧我甲赵龙，就是阮对谈结束了后阮会分一张小卡片互大家大家若听过程有一寡问题歹势问还是讲你有一寡想法是要讲你足赞的你就会使写伫迄张小小的卡片头顶这卡片一面叫做尖锐提问一面叫做温柔回馈拢匿名的所以你要写啥都会使这个会伫上尾阮会甲大家观众的这个问题提出来甲赵龙做询问，慢慢叫阿翔所以我后来就拢甲我名拼到翔拼凑翔所以阮这个活动呢叫做当代艺术的导览伊物敢若办一场尔伊是未来阮希望讲会使第一分的某个所在举办别文的交流的活动所以进前阮拢是咧导览较济啦，所以阮进前拢叫做当代艺术的导览啦阮今日第一摆来个导览所以阮就叫做当代艺术的导览我是即届主办人平常时我是伫咧导览咧经营一间教室虽然这教室咧教的但是伊做的是足济啦简单来讲就是艺术教育啦不管是细汉囡仔还是大人拢有创伤的教室嘛是一个推广台语生的一个空间所以讲未来大家有啥物感觉袂歹的所在会使去办活动嘛会使甲阮邀请阮就去到土库就当来就是土库阮就是咧倒位就摆咧尔倒转来讲为虾米会有即个活动的出现就是讲希望来创造属于阮个人遮个人的交流的方式这个画面讲意思就是讲其实我发现第一个人遮个创作者伊是袂少毋管是做画图的啦、音乐的啦是做戏剧的但是咧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发表的空间拢是毋是咧稳定所以我就咧思考这个问题为虾米所以我发现其实大家就是讲婚礼者毋是无创作者是欠一个互大家讲话的所在
那大家有听讲话，阮就有法度去建立关系，还是讲有较侪化学变化会当来产生所以这因为讲，都市有都市的方式啦，因为速度较紧，因为活动嘛较侪，人嘛较侪，但是阮也法度透过阮这活动来举办会当甲人甲靠近，大家讲毋免讲足侪人诶，但是阮也大家拢有人，安尼就足好啦主要阮会举办啥物款类型的活动主要分做2种一种是分享会一种是创作会分享会就是亲像阮今日安尼阮今日安尼就是要邀请一寡分类的创作者来甲大家分享伊透过创作体验到的一寡代志第二部分是创作会创作会意思就是讲邀请大家来做伙创作，不管是画图还是做变个有诶无诶等下就会大家介绍阮后一场创作会要创啥阮后一场诶活动伫咧，毋知大家有去过食无？有这叫做石榴车头石榴车头咧是一个足小诶一个车头一个若来到斗南中间诶一个小站阮后一回会去遐办活动这活动叫啥物？其实个名足趣味叫做婚礼乌白话婚礼乌白话写诗比赛但是你莫看到比赛讲比赛安尼我袂晓画图，安尼一定袂得奖毋免烦恼，因为阮即个比赛伊个评分的标准是由所有的参与者来做伙来决定的比如讲阮今日比赛的标准就讲。画了上摆会使着1等的这嘛是有可能这就是讲阮会互大家算一个趣味的活动啦但是就是透过酒的石榴车头时间在啥物时阵？这个婚礼乌白话伫咧5月19号礼拜日下晡2点到4点半目前是。按算讲15个人左右啦，所以就是你若知影有一寡人对这个活动有兴趣还是讲爸爸妈妈要带囡仔来佚佗拢做欢迎的这阮有一个赖群组等下上尾佫会放出来但是大家若对阮的今日参与了对阮活动有做兴趣的，是讲想要佫了解讲未来的活动的资讯，你会使收会到的话你会使加入这个赖群组。安尼我的小概先到遮啦，刷落来时间就到阮的赵老。